现在往我先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吃人豆腐呢？对啊，是我吃过后又炒饭了也吃人家豆腐，又变魔术了呀！哇，你抹苗豆就屌货哎！轩哥，你讲话很快，但是你做菜的速度怎么可以这么慢？这种东西开枪哦，来，好嘞，漂亮。好嘞，来唱阿兵哥。粒粒分明，风色、强色、旺色嘛，沿有很多红绿灯炒饭。色彩料理吧，欢迎来做房。原本伊也係集單嘢咧。星光閃閃，명인大雕西。哎呦，這個假不搞不搞，你啊用講無法好講，你명인來。我老多算一道就私兩一道錢咧。當然開始講了哦，即係做滿啲來了。唔過你特使話嗬，來幾樣用嘅名人啊，來 PK 啊，有上市嘅啊嗬，冇乜嘅關係，有上市嘅像之前係姊妹嘅。姊妹啦，唔過啊，嗬，根本嘅也做嘅名人啊，唐冠記得沒有一絲嘅關係。一絲嘅乜喺關係咧？去搞卡西，搞卡西。也係你下本記得請講好嘅嗬。現在有請阿一片咧。好，來分享李佑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李佑成。佑成係客家人嘛？唔係，唔係，唔夠奇怪哦。還可以聽又還可以講一點點。我住在一個苗栗嘅頭份。苗栗嘅頭份。那你是幾歲住在那裡？在那裡待多久？從小。幾年？到大學20年。那應該會講上錯啊？一點點嘛，一點點。多少糖嘅色？糖唔是糖油。好，嘅糖講根本嘅，然後我 PK 嘅兄弟嘅同學嘅同學。好，細細嚟介紹。對，哪邊哦？徐純根。大家好，我係徐純根。今日來到色彩料理網做下嘅係20 PK 副監長徐純根同衝跳歌手李佑成，兩三年原本就係同好嘅朋友。今日兩位好朋友，我嚟表廚藝咯，雖然蠻唔一樣咧，看下戲就知咯。純剛大家就熟啦。冇啦。一下去到奧林匹克咩？在奧林匹克州主持人，然後郎姐叫他做，係啊，同讚。郭崇亮嘅同學，算同學，太好嘅同學。不過我平常都在家裡就是煮菜給他吃啊，他都負責就是付錢啊，負責付錢給我的，買食材買出來咧。也咧一個給安家費啦。一感情哈不簡單哦，男主內邱組長眉頭一皺，一感情冇咁簡單哦。用台語都幾久誒？一年啦，一年多。咁樣根本嘅談講呢，兩個有帶乜嘅？你知道細細嘅表演哦，呢度色彩料理網嘅表演，冇唔錯，好，是量身定做有情有義啊，本來這首歌是台語歌，國語歌，然後我把它改成客家話的，就為了色彩料理網，特別就是準備這客語版本的 Kiga。一條歌係佢去年佢本人發嘅單曲，哎呦，哪個電音單曲？是你自己創作的嗎？不是，但是你唱。對，但是我負責唱跳這樣，然後就為了前天還在他家一直問他說，這句要怎麼念？這句要怎麼念？這樣子，對。看不出來呢，他的外表這樣。是唱電音。係啊，電音佢本來啲孔啊義工，因為孔啊要刺青啊，糖冇棒棒啊，你要冇用啊。畫那個臉譜。要在單曲是講反毒的，所以我們要非常的正面形象。哦，那你覺得你有正面形象哦？他都以正面示人，沒有45度。哦，所以說你等一下唱歌，那純哥你要幹嘛？我會負責幫他。佢動會呢？佢動會模仿係冇？模仿。好配音。好，我們在安陽，你唱祝福出來之前呢，你先來看。先看佢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來。大家好，我是資深媒體人盛竹如，今天一起來看一下純根帶來什麼樣精彩的演出。大家好，我是黃立行。Come on， 跟着我一起動。很累，是不是哦？幫眼好唔好？睇下大家笑，跳起來！
吃落去甲，准备好出发。甲天地接受眼已就爱步伐，爱跳来跳舞，青海的舞步，走了我 hold 不住。Come on 来 kick 啊！爱唔惊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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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来恶吧！向前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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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，唔解释人生精彩 ，Come on let's go！Come on 来 kick 啊！爱唔惊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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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来恶吧！向前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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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，唔解释人生精彩 ，Come on let's go！ 下耶稣，起来！杜家滚太打了，耶！东南啊，东区啊，东区某夜店，我来讲点听你嘛。奇怪时空错乱，敢讲？哦，最近同站到，讲也喺邊度誒，你兒童節目鼓手上句客家歌詞，係嘛？他讲什么？他是说百岁，可是你跳完就整个就通都空掉了。讲太快我会有点那个。哦，讲慢一点。新月姐是说，你人长得帅，歌又唱得好，真的太棒了。哇，厉害！他刚是这样翻译的吗？他有翻对吗？啊，错了！我怕他讲说你刚刚是不是信哦？好来，再再有请给文业主厨卢俊炳阿平哥，耶！你觉得调一下，那个就感染了，感染刚起都踢到真的啊，动胸跳了啊！那不然我们重来。一起来！卢俊炳新竹宝山人，意大利传统主厨，德国当道长，请为做的是意大利法国的料理，也要推广生年的厨艺教育。左边是，右边是今天我们都不要比那个做菜，我们就来比较。不行啊，都是可是摇嘞。对啊，可以。哦，干样只要 give me 有咧做菜咩咧跳舞，哎跳动可以啦，哎，也有咧做菜，哎，喂，煮香葱條糖多嘅香菜，乜解？係嘛？炒飯啦，炒飯，你可不可以炒飯啊？你可不可以咬卡做事情啊？炒飯啊？冇啊，没啦，没放出来哇，没乱用，哎呦，你袖子怎麼斷掉了？断袖，定下，好，自家用手槍，手槍咩啊？以後嘅鳳梨炒飯，鳳梨炒飯，以後嘅鮭魚炒飯，鳳梨鮭魚臭翻了。兩項啊，自家定下，自家炒，來，破壞形象嘞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啊！楊文楊記，記住翻本書啦。馬上我教一下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來，他一了，你先趕快先抽。來，我泡有冇該啊？大回來，大回來。哎，好了，先春剛先，哎，為什麼我是？還有看一下，鮭魚炒飯，三文炒飯，哎呀，哎，我幫你。黃來臭翻，夢里臭飯，紅炒飯啊！哦，哎，耶！呀，菜色鮮好誒，哈，呀，嚟鮮，鮮呀個豬梨。像我講，呢個炒飯，其實唔是驚，冇炒過唔怕，你哋係要用個小幫手。騙嘛？啊，可以大幫手啊，大幫手，啊？會冇？小幫手啊，好快，唔會。新月姐又好感，自家笑啊，沒就這樣的啊，你有小幫手自家寫，我想 game 嗎？不是，你先。哎，剛你先嘛，剛你先，現在換我先啊。好吃啊！這麼吃人豆腐呢？對，是我吃過後嗎？炒飯的也吃人家豆腐。好，來。好，來本家頭看一下。上，耶！
有些时候不要夜得太早。给小帮手，哎，你说怎样？我说有些时候不要夜得太早了。新月姐感觉就懂不会炒饭。今天把炒饭两个字放在一起，怎么讲都怪。月姐妈个大风大浪没见过。买菜。新月姐懂不会尬搞你炒饭。尬什么？你不会就不要。硬杠硬呼啊！这件事情呢，为了笑，新月姐笑得很开心呢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在我们全国的观众面前宣布，好吧？好，你晒晒你头菜。呀，我来到头菜哈，本身咧同炒盘的菜，哈，但是记得哦，头菜以前你上的那么个，上的那忘哩，你是讲忘哩，哦，我讲讲下哦，係啲講下睇啦，哦，你嘅時間可能到咧，30分鐘停啦，係，記得講下，講下講睇，實實嚟才拿起來，好，記得，好，開始，來，開始咧，懵哩，這位，雷夢，幾輪，好熟，毛叔應該叫做啥？熟。用拿毛叔料唄啊。牛腹，为什么你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切片？因為我想要擠，又變魔術人啊！哇，你磨苗豆就攪好誒。好嘞，唔客氣。毛叔料唄啊。牛腹都偏瘦啊。牛腹，講出來生氣。要去給他騙一阿媽，好像我拿到一半時候，我尿腹都偏瘦。奇怪，莫名其妙。我看你答案是什麼？想我啊，同學，對啊。哦，全部拿下來啊。係啫，要蒙拿就好了，輕鬆要蒙拿就好。那冇。好，先好咧。擀面啊，好，擀面啊。差不多。好，來，好，嚟，好，來，好，幫佢哋啊，來，還記得你做乜嘅菜嗎？黃梨炒飯。心情啱啱最嚟嘅嘛。對啦，三碗炒飯啊，係，記得要看到生動喺度。有看到咧。記得定下去拿菜之前啊，一定講下用菜買東西啊。冇問題。講好就在那。好，你30分鐘在那。我記得啦。好，開始。哇，三碗，拿來啦。你拿出來風情啦，搞節目主持人。總 game，我哋幫你講，係咪亂？3條 game 唔係，game 唔係。係咪鹽蟲？主菜要唔要拜呀？鹽蟲先，鹽長線。好笑喎！係咪？重頭，係咪？要一冇，拿嚟，啊，不用買嘛。貼位，好，這個到。條眼子先哦，他已經買過嚟買啦。好，先好咧嚇。先好夾嘅菜，你細你看見唔見熱量嘅比賽？一禮拜由主廚出題，兩位名人就參與決定 PK 賽事，填小幫手向下比賽料理。料理完成以後，由主廚試食填評分，贏嘅人就做得到將料理盒。好，來哦，你嘅要上愛做乜嘅料理？個老太講講一擺。黃梨炒飯，唔會哦。好，跟住你就先開始。好，開始來，要再給亂。哎呦，要把它分開來。哦，我做分蛋法。對，分蛋，它分蛋真的很高招，看仔細看哦。哇，是拿很高就叫高招，是不是？對。哦，拿低點就低招了，低級的部署。要再給亂，還有這個，分蛋法呀，亂拍亂放分開來，乜嘅原因？亂乜嘅？亂拍定亂放？亂
啪哦。这位先生是说蛋白跟蛋黄分开，您的用意是什么？这翻译的真好。哎，我是说这个东西要用这个做这个黄金炒饭哦，哎，因为这个蛋黄呢要另外就是跟这个蛋一起按摩，按用乱啊哈，炒起来不较黄。哦，翻来嘛，再翻，然后翻不用凶它就炒嘞。按用做蛋嘛，走对，一口刚刚好。哦，有些人口比较小大啊，口比较小是不是？嗯。你可以吃鲑鱼炒，不是？为什么你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切片啊？因为我想要挤的啊，挤的话要这样啊。哦，先切一片，你让挤少一点就好了。啊，你看我就说我当时选到新月姐，你是要挤到这里吗？哎，还不要用调刚刚火了，等一下最后再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画一画，好，等一下就很好挤。好厉害哦，新月姐最棒，最厉害，她真的是在那边。好，啊。好不好？是这样吗？等下交给我。好不会哈，好诶，尽量讲好后饭嘛。没问题。那就是囊括一切。好，啊，这个吃不完兜着走带回家。好，等下就讲就好了。好，讲就。怎么讲？哎，帮我切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把这个按摩一下。按摩。OK，洋葱啊。新月姐按摩。对。还要戴手套，你要吃手扒鸡。因为最近那些你知道比较不是。肩颈，这是一位顶泡泡的新月姐。我感觉这样好像手术了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哪个？你要不要换大一点的碗？大一点。那边有没有开？嗯，这个。我让他抬一个碗。好。嗯。从外切来扬州带吗？走的，新月姐。你可以翻译看一下，很糟呢，给你米啊。哎，炒饭就要用早饭，炒当过后生。懂糟呢，看起来。隔夜饭最好，炒饭最好了。这样我们是不是吧？又变魔术了哇！你磨苗豆就搞好哎，那有扣呢。好用心哦，康毅，好用心。你又变少林寺哎，你这种哈。然后你往上面没有很卖腰哎。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东西。马干。我今天的美乃滋啊，哦，那种南宝树脂哦，这个模型啊，这个很厉害哦，还蛮厉害哦，这个加一点点啊。多嘞啦，胆固醇会太高。你炒本生意的时候，还要搞嘛用那汁。好，周曼爱用美乃滋，你知吗？哎，周马干。因为美乃滋上面有什么？加热以后就会变什么？有塑胶袋，哦，所以你不加啊？所以我就可以用比较少一点点的油哦，对，然后就是可以比较让大家觉得比较好吃，比较好吃一点，而且它也会比较乳化，就会在那里面的哦，用心良苦啊，好嘞，很好听，帮你猜呀，你不要后悔，赶快跟你走的，比如发生那个事情呢？这影听少。哎，洋葱啊，新月姐讲跟有特色的呀，太少了，不会，因为等一下你给我讲给啊，这个还有讲给来，可是那还是很少，因为你的蛋很多。炒饭需要一点油。来，炒饭需要点润滑的啦。对呀。然后用这个地方把它爆香一下。把它全部存2分钟，同學才加個油溫吧。要唔可以？跟你要含嗎？要嘛，也是要。这不要了嘛？一起。这个排列不排好呢？你看呢？啊，你自排的啦。那你顺序就不是像的啊？用不用还给乱胖那个我不要。好吗？就是等到这个之后再来。你先把那个料先，然后跟料中它泡好了。炒。跟英文不是全部不用吧？哎，这个不用，这个还接着考我，他放在第3个。好可惜啊！差点给它放下去烤嘛。你不用拿一结合就养哎。梦里呢？不是，那这其实这也可以先放，可是啊目标按斗。目标按斗，我是觉得这个应该要等到饭差不多的时候，用饭的热度就可以帮它比较下来。然后这也是一点点嘛。这个等一下，这个等一下。我建议你用没关系。你也可以用汤匙啊。那个有点那个太大了，看不到，对，会被遮住。夹子嘞，一直在乱它。我真的，觉得我很烦。对，没有了。好，先这样。然后，看，有的食材料理嘛哦，注意这套，这看到米，不能心，
啊，人心，不能太太糊糊的，太有神，太有平原嘛。好，也变成最初比赛的分，诺基啦、麦基啦，有冇搞出来？然后你不会对。跟人家不用马干。哎，大宋，声音哦。要先把它装起来。好嘞，炒饭好嘞。我不用翻蛋过来啊，唔係要幾多分鐘？5分鐘啊！哇，叫那不是不用油啊？不用啊，这里等一下会，它等一下有那个乳化，对，它等一下会乳化。夾哦，夾哦，剩5分鐘了只有哦。貼配的防範。 5分鐘當夾哦。如果真的不夠，我們再放。如果真的不夠，我們再來放油。真的會不夠，真的會不夠。因為你那個蛋需要油。唔記得亂拍，等下記得用哦。好。都唔嚟個料機，等下記得揾佢料。哎，嘿，安尼就抽嘞，抽。給馬個颱風眼啊！有逼近台灣嗎？已經登陸了。哦，等一下哦。 Come on，來 kick 啊！這個用手。準備好吃飯。哦 ，kick 啊！好，這樣就好。 Come on，來炒飯。一點點，加個顏色。那調賽的時候咧，期望人家糖都應該不挑起啊，你給炒飯的啊。哎呀，比我有槍啊！你會煮誒？你不會煮？你這個還不還不住啊！我要來偷吃看看。來。幹嘛躲起來？哎，其實我覺得可以的。不用加。我本人吃比較沒那麼鹹啊。你剛剛又說你喜歡吃甜，現在又說沒那麼甜，沒那麼鹹。我說我沒有吃鹹啊。哦，對。你好嚴格。我就喜歡這樣。專門撈掉的。要嗎？可以。我現在拿什麼給他都會撒下去。白胡椒。要白胡椒啊。你知道我們常常要自己煮東西吃，所以有時候常常加一些自己都不知道它跟是什麼的東西。好緊張。不要緊張啊，時間夠。哦，你昨天拿盤嚟吧？哎，肉我還有鴨呢，還有肉脯。還有2分鐘啊！有激發講太上表演，2分鐘，1分59秒，1分58秒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見講你都係心中係撲撲白啊你嘛？有香味咧，有嗎？有。一下嘛。知道應該唔會啦，唔可以攬啊！耶！跟阿12顯關係。你服用蛋糕。好了。椰耶！是鳳梨炒飯，不是椰漿炒飯。椰什麼的？鳳梨椰漿炒飯。啊，沒有熟吧？有啦，有啦有啦有啦。好香誒，顏色還不錯。我睇煎蛋魚，我會快睇。炒盤啊，啊，啲無用按多嘅東西啊。講起來講凍簡單炒盤啊，結果啲吧。接下來有個很重要的動作，有時候廚師厲害不是在他的調味而已，是他的那個手勢。啊！米其林。你要亂後炒飯啊！拿這裡，拿這裡呀！炒盤，結果啲吧。接下來有個很重要的動作，有時候廚師厲害不是在他的調味而已，是他的那個手勢。哦，是啊。拋棄了。好嘅好。好啊，你後邊應該接 PK 㗎。甜呢？啊！米其林。邊好食，邊好食，邊好食。好嘛，好嘛。哎呀，唔可以重複嘅。好來來來。好得嘞。好，名講開吧。也在係鳳梨炒飯。
好呀，温纯讲来做嘞。Are you ready？炒饭哦，开始。来，讲一下哦，我炒麻白饭哦，麻烦炒饭哦。我来炒嘅係三文炒飯。三文炒飯哦，來，開始哦，10分鐘天啊，開始嚟嘛。唔敢用小魚啊，我用小嘅啦。啊，等一下，做嘛？做埋真矮嘅。 OK。那有像樣樣啊？奇怪嘅。那你拉你按法療？這叫順手牽羊。我按光明正態。順手牽hand。有上次哈，拿豆的東西要夾分。我聽說沒有夾分。我搞，我搞。好，先攞嘅卵。分開嚟啊！哪條切乜嘅？切葱頭。葱，還有你差唔多啦。就唔會煮飯啊。你看，你調下你。啊，很難。不要逞強啊！不要逞強啦！不是說看了馬上就會的。看就會的啦。你過嚟啊！很難。誒，係咪？哦，懂會啊，就會安尼啦。要不然唔是都全部吧？唔是，一半辣吧？哎。安太快了。這麼多，這麼多吧？沒有亂後炒飯啊！拿這來啊！那等下用銅匙給我拿起來就好了沒？壞掉了啦。唔會啦，唔會啦。多有那麼多？還是我跳太快嘛。那你會當哪個？那會當哪個嘛？提供你啊？嘿，係啊，嘿，炒，我給我。沒關係，有亂摸就好了。啊？你等下冇用斷拍哦？冇啊。亂拍冇啊？等下然後用，哦，等下然後用。我們這是分工合作。你要做嗎？你要做嗎？空調啊，你老給翻輪做 SPA。哦，超糟啊！哦。把它拿起來一樣啊，不用拿去偏邊。好，冇問題。亂摸都沒大爽。軒哥，你講話很快，但是你做菜的速度可以這麼慢。 15分鐘哦，做飯就15分鐘呢？哇！哦，小五哥好厲害！耶，小五哥好帥又好會煮。巴巴拉巴巴巴巴巴巴。你切這樣子，等一下炒一炒就會變魚鬆。真的嗎？太細了，太細了。你沒講呢？係啊，差唔多啊。你差不多啊。差不多。青米讓我不用下去摸煮太久就好了。對沒？真相大白，沉冤得雪啊！要來啊，要來，他不要皮。嘿，原來要皮要不用下去，不要給他了。哎，不可以忙誰哦？慢，要不粘鍋。不要一道肉，你就讓它放着。小目標。其實你剛剛可以不要放油，你知道嗎？低啊！你放那個油，你要煸到什麼時候？皮起來就有油嘞。不會那個皮那個油煸不出很多。 要放魚後，等下就開始。好，大家就動起來。 5、4、3、2。一開始啊！有啦，你看，一開始煸了呀。好煩哦。辣椒要嗎？辣椒不是。你煸一下是。你要切？切應該講哦。哎，弄煎那東西啊，好，必須做到位。發動作性的來做。哪有啊？存到7分鐘。7分鐘。翻轉埋落去，哎，把四步對位咯。軒哥，我看你轉到底，炒啊！哎，那個這個大師手勢要出來。然後一拿一兩披風棍。但是我們的樹頭其他人佢夾嘅差唔多位。我不用睇位啊。我不用睇位啊。有咩唔自己呀？做乜嘅？你要哦，以前要出來。哦，跟人你唔可以送他。等他，你好愛學我。對，我這就運動會嘛，好不好？可是你沒有放美乃滋哎，然後沒有油不行哎。有啦，有油啊，還給油。你不要跟他講啊。哎，關鍵他都沒有。天下文章大抄有什麼關係？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。哦，好啦。要殘忍，要等下會失戀呢。這是嗎？笑臉是擺個笑臉是。給小虎哥唱，麻煩然後切啦。哦，切悠悠啊。切悠悠的，等下切米缸我不用手機。呢啲係炒飯咯，最重要係注意嚇，注意而家係落去嘅溫度嚇，注意而家溫度。為什麼？好想幫你哦。那這麼？
看这吗？看啦，我们也住处啊。很开心。尽量较有一些。青椒看越线啊，只是刀绵绵啊，你知道吗？变酱。像那鱼酥啊那样啊。你跟我讲，吃都炸都不够熟。对啊，因为它刚刚油可能太多了。它豆子还没，它是要调是吧？豆子就轩哥你好悬啊！你的那个步骤好那个，是有艺术家的精神在里面。就是一个不要那种香啊冲啊！哇，嘿哦，新月姐救你2次了，真的啊，嘟好，时间嘟好。不过鱼肉哈，但冇人太厉害。要变鱼松。我们在做太机会嘛。鲑鱼9分熟，係嘛？係薯龜拜嚟嘅。可以。其实我看到这画面，我蛮感动。有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在做这么艰难的动作，你知道吗？这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就是你不在的日子，我已经长大了。他是复健的状况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种复健的状况。复健呢？不然的话，我知道我每次去，他都坐在沙发上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就等我给他。他这种运动量太大，你知道回去还不用木鱼头吗？可能要那个。不用买养，是吗？不用，干嘛不用养？有得食開嘛？唔是，你幾條擺盤嚟啊？我過來嘛。摆在旁邊。我負責款啊，啲你負責款。有份。哎，小心啊！哇，用這樣看得出來。多點咧。唔就誒，來，唔推低油卡加嘅真係冇煮。你下次煮給我吃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你敢追啊？不敢。你就好吃的拿老公。哎，大手。誒，唔好用根本嘅人哈，也是做太高，還有從就開始啊，產生興趣。 Q 也沒人嚟講。結果Q 年都呀，唔正願意做下個誒。有啦，一笑。來，看姜怎麼樣啊？好。又係嗌3盤炒飯。哦，你兩邊嘅炒飯超好誒，呢個講炒飯，呢個3年。好緊張哦。要片面都較彈嘛。好啊，好燙，真的起來。那先吃。我聽哦。先吃它的嗎？對對。好好。從味道淡，吃味道重。哎，這句話你說的蠻標準的。你說什麼？你講不歐力度。歐力度。就蠻有色就顯推廣。呢度小米就米嘛，要香哦。天哪！就那種講。講起3分哦，差不多要9分熟啦。咩？假使你這樣變一條，就唔會按到嘅3分的米湯。我規海條條全部變一批嘞。先也吃少一點點啊。這樣。因為我們這個不知道它的那個生熟，對，我們一點一點試啊。好像都是第一條。呢3分的米湯真係要出來。好。夾嘅按，從頭切到菜菜底，這都按用甜甜。哎，這啦啊。來，外面咖喱炒飯啊，咖喱鳳梨炒飯。你現在很緊張啊，自己都有事嗎？不會，這樣會一定是我，因為這個湯匙等下很有可能會被會在你嘴巴裡。炒法，那我覺得有夏威夷的感覺，就還蠻切入主題的。來，邊個來？好來。好。哇，你的時間好緊張哦。大白色。哎呀，公平有冇講做表啊？兩3秒就有啊。大白色。哎，沒兩秒就2秒你啊。講食飽之後咧，食飽之後轉咧，結果食飽係咪香粉？哎呦，好緊張哦。媽呀，我緊張。好緊張。奇怪。因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炒，我不知道有沒有炒，我不知道他挖的那一段是不是好吃。許傳根，耶！有成，沒，我是跟大家還沒耶。這什麼東西？開槍。哦，來。好嘞。漂亮。好來，來唱阿邊個？葱花同埋炒盤啲味道啊，係當中老啊。係炒盤幾個氣泡嘅盤先表下去。冷飯係嘛？係。
我是刚刚还没念。我刚以为公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以为说你不能念名字，会让人家啊，感觉会误解判错啊。哎，真的。这什么东西？开枪。哦，拿来。好嘞，有了哦。好嘞，来唱阿兵哥。不，耶！安塞什么太嘎？安塞什么太嘎？现在在卸票嘛？好嘞。啊，10分鐘講啊。好，你3分啊，其實超爽，好嘟好爽，凍好食啦，喺梅頭凍香，還有叫蔥條小果炒豆腐啦，人葱的小果豆腐啦，又是都是為腐多，還有梅頭念燃，哦，有個小果辣，好，要啊是有點鹹。有鹹才有甜，有啲鹹的大概嘅梅頭提升，哎，伊個用即係為伊個鳳梨炒飯啊，哎，伊是啲有啲甜，好有啲咖喱粉的梅頭，好，但是咧鳳梨的梅頭係水中繞的，好，伊冇雜過伊個咖喱粉冇雜過咧鳳梨的梅頭，是咧甜夏威夏天的感覺，哎。是真差到了的。哦，亞良村炒飯咧，咩做的？都亞良村炒飯，地都看出呢種嘅交情。哦，來，見唔見咧？阿松。洋人也有這種片啊。哎呦，點點飯糕嘅。我叫泰卡。OK，好，一下，除了用嘅做亞良村炒飯，還能看哪邊個？好，沒有炒飯哦。真正的神要來了。好，然後為了4給煮嘅炒飯，對，4給。再來看主廚侯生哈。